Hello， 大家好，我是各位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一年有3餐吼，早晨、中午同暗晡頭，哪一餐大家感覺個重要呢？我本來自家係感覺係早晨頭的啦吼，早餐。不過有西式有中式早餐，米香有幾多種嘅選擇，大家個好哪一種呢？有一年啊，來到我哋客莊嘅時節，對面講來到一傳統嘅客莊，應該嚟是一個傳統口味嘅早晨頭啊，都嚟是一個麵包板，也係講米線木。不過除咗兩種之外呢，還有哪一條選擇呢？今日我哋特別邀請菜地來自萬萬5歲迦南食堂嘅頭家娘劉明瑩明瑩姐來同大家紹介，還有其他哪一種選擇都馬上來分享佢吧。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迦南食堂嘅頭家娘劉明瑩。哇，歡迎明瑩姐來到我哋節目特別哦。睇紹介有按到好食嘅早點之前呢，先來請教明瑩姐一下。其實他5、9歲，我自家平時會不時都會走過去啦，送下看過。其實也去過我哋店嘅試過，不過去過按道拜我自家都有啲好奇，有一個疑問講，怎麼嘅睇5、9歲按傳統嘅客家吃到特別有一件按到迦南食堂，有個名嘅按特別嘅早餐店，有個名嘅係沒有乜個特別嘅意思啊？係啊，因為我哋5、9歲吼，算講也經驗吼，個流行嘅一個名詞，有飄飄河吼，真有一個料，有山又有水，嗰度地方，讓嗰度好食嘅好料嘅地方，因為本身係基督教嘅，想講聖經當中有講過一句話講，乃水隱秘之地，就是路亞地方吼，個好嘅素材，嗰是我哋團結名喊到迦南食堂。原來啊，我都想講迦南食堂，迦南嘅糧食不時會談到，原來基督教也係其他信教嘅民眾特別會講到，原來都講5、9歲有個地方係啲好蔬菜就像以前原來聖經書封當過寫係真豐富嘅一個地方，都想講有個名嘅，真是幾有意思呢。不過明姐，你自己以前啊都係開早餐店嘅嘛？因為其實我哋睇客莊，除了客莊以外，其他幾多地方其他早餐店幾多，係唔係因為你自己以前也係做一個開早餐店嘅啊？以前我其實高雄吼係開早餐店嘅，想講爸爸媽媽吼年紀嘛大嘅，想講歸去鄉下可以開得多一點嘛，可以顧得多一點。嗰時想講歸來也偏開時時嘅早餐店。原來安尼係講比到照顧我哋老人家裝備啦，大部分人親像也係安尼，出去嗰邊工作一段時間之後，想到碌下還有年紀過大嘅裝備，想講有幾個機會都過來照顧一下身上嚟工作。你自己本身係睇學一種料理，係講食品嘅嘛？唔係咧，本身係天記嘅。天記要開早餐店，要2條路差10遠呢。係啊，冇共用嘅。怎麼樣辦？我想講，之前有一個機會嚟去開早餐店呢。係因為嘅有一年吼，我以前係開嘅超商嘅，鐵開可能身體唔好，因為技術疏鬆嘅，冇法度辦重嘅東西，嗰度條路嘛有限制嘛，想講開早餐店，較輕鬆，能用兩技術係同嘅。你這個原本想講係開一個早餐店嘅兩技術都做得嚟嘛？如果真是開早餐店之後，你這個感受到講要2條冇共用嘅工作，2條路嘅冇共用，用辦去轉換嘅時間，你自己感受到實際嘅情形係用辦？因為以前係讀書係讀工科嘅嘛，係喺高雄工專嘅偏讀天記嘅，然後後來又做模樣嘅超商，每擺揾條路攏揾模樣嘅條路，講到安尼個有模樣嘅挑戰啦，係，不過我講到人路係安尼啊，一班比水。冇填滿，冇個弄好嘅多。因為每一樣東西要看自家可以去做，如果去做都做得到。因為早餐店人想講3餐攏愛食，每個人攏愛食，唔好像其他行業樣嘅，因為講唔係每日一定要食的，像啉嘅飲料嘛，唔係講每日攏會食得到嘅。早餐他家人攏食得到，身體本身。嘛冇講過好，想講用早餐來調理家身體。嗰時候呢，這個開店都更加有一個目標啦，也係講精神，講帶一個
好的组成，本大家是做一个好的组成，本大家是照顾大家，也照顾自己的身体，係啊，係咪安尼？哦，其實啊，講人一下啦，我講以前人講學嘅理工科啦，吼，講會講人實事求是啦，會寫一啲嘅數據，真係要看數據嘅就係做事嘛，吼，會寫一啲 SOP，人可以做成點？我咪輕鬆是那種，我有嘅文圖，嘛嘅路嘅文圖，一定會讀一道圖啦，我有嘅 SOP 怎樣來做？會有安尼冇？我主持人夠厲害，真是的。真的呢，我哋呢嘅路嘅油嘛吼，將炸的啲路嘅地擺文圖係175圖到180圖，炸出來東西會較好食。冇錯。真是有研究過，嘛嘅文圖，嘛嘅油，嘛嘅奶做出來做點個好食安尼。係，炸1分鐘啊，吼，像迄薯條，如果炸4分鐘，吼啊。雞肉你要炸7分鐘，佢從嘅溫度同嘅時間係嘟嘟好。唔拉白嘅時間可能冇數，又係面頭還唔拉白。嗰條嘅時間呢都太老又唔好食嘅，係咪啊？哦，因為我啱啱按嚟講，以前啊，自己也係學一種嚟講背景角度嘅啦。嗰時候你有注意到講，我係朋友，我係好朋友啦，我係同學，我哋喺講法也係講做事情嘅時間，有時間大家不免的會帶入我哋以前嘅學習嘅時間一種關係。唔過。過去睇高雄區都同過去教書區，這個感覺講有哪度嘅差別吧？差個多，非常多。像人客來講好咧，因為我哋狀況攏係老人家吞生意係較多，係，一定食嘅東西咩冇一樣。像我嘅茶油嘛，人哋係奉茶，佢高雄吼，愛糖較變較少。佢我哋狀況都變較多，伊哋食個甜，嘛食個鹹，食個油。哎呦，安尼唔過食個鹹，食個油，佢又食個甜，但係對人哋健康食材可能叫嘅個冇好呢。啊，為咩人自家同佢哋講一下講，人哋可以試過那些冇用嘅口味，漸漸嚟到影響大家。會有安尼嘅想法冇？有啊，因為我到過去嘅時候，我嘅前台蛋糕行嘅油。標模多啦，如細嘅木條蛋糕行安尼，結果嘅人客佢唔關事，有啲個好奇我們嗌講，你嘅台行用冇油咯，也是按用嘅錢啊，我嗌問人嚟講，有啊，按這行你有個好食呢，擦擦嘅嚇，菜安尼講。如果安尼個同人哋講係咪？真是呢，有個人客啊，尤其係講人哋個有料理經驗嘅哦。人哋super棒嘅，有時就見你們教人哋講，教一個點名員講，唔要跟安尼做，講唔好，應該安尼用慢做，明年有自己嘅講法哩吼。係啊，將來佢哋應該係妹妹啦，嚇，佢都來看到來關心嘛，都來買做店都同佢講，唔記我條大講冇油，安尼想用嘅食，吼，用嘅錢啊，錢好嚟冇食，我都開玩笑提講。唔怕人食可能冇同樣嘅做法冇一樣，交流可能安尼好食冇。係啊，面即安尼嘅話，其實唔要失敗睇改變吼，人哋客家原本吃到啲嘅口味，俾到大家嘅健康嘛吼。除了頭都講用油嘅本影響過程，喺開店嘅過程地度，自家有感受到遇到乜嘅個困難嘅部分冇？困難哦，有哦，因為多開始嘅時間吼。過去路下嘅嗰度叔伯啊、伯妹啊，都揾關心嘛。一定他們攏睇健康，嗰種啲通屋人用嘅看神叫嘅，按神氣安尼哦。係個氣，伊都健康，佢一定喺香港係可以叫。係甚至於啲叔婆太，都行過同佢講，卡數號開3陣嘢開唔行你來呵，嘅。行李啊、包包啊都貴起高雄好咧。見到安尼講，伊關心我啦，係要關心啦，因為嘛地講我哋這片人口較少，食嘅東西又冇一樣，係講冇法度做下落去，關心我講，係真是冇法度，係我冇安尼勁頓嘅，冇講。安尼莫講盡量下落去啦，講講唔太辛苦啦。錯。講到一片人面對一件事情，其實上擺頭都有講到，我去個面即點嘅2、3擺嘛吼，用辦第一擺我去行面去點喎？唔點呢？我以前去5教時時，行過去面咧貨房攏上嘅差唔多嘛吼，點嘅方嘢差唔多係安尼，除了好辦嘅店啦，可能出來。唔過我第一擺去嗰時行過去。
cái部分嘅門口都冇共用呢，幫一隻青苔嘅人講玩具熊，咁我睇門口，你都想講點解做乜嘅有人家啲玩具睇嘅細一條人點冇？啊，挺好嚟講，做成點樣當行業呢？啊，有個設計人自家點樣放，係咪特別種嘅安呢？本想嘅人啊講，可以嚟看一下，係安尼嗎？係以前吼，因為我哋開始我哋冇個招牌啦，吼，我想講，人客來去嘛，以下路前進嗰條路過去嘅市場嘛個行，有啲人尋唔到，然後我想講，喺冇法落去變一啲熊，佢錯到嘅，就變做一啲人嘅看板嚟嘅，吼。嗰時講這片嘅生意咧講，個熊的店，熊的店，可能人哋別名都變很多橄欖絲筒熊嘅店，係咪啊？請等一下嗰啲，哇，觀眾朋友，其實你看，人哋傳統嘅客家市道，人哋有一間按摩共用嘅做成點，唔過唔看店面按摩共用，按共用咯，其他嘅傳點，做點係乜嘅呢？休息一下，繼續同大家嚟紹介哦。哇哦！前面認識的名字叫做安德尼下嘅橄欖絲筒，唔該，安德尼下嘅店面，唔過地部嘅傳店係用版嘅，繼續嚟請教名字咯。名字，你店名安德尼下啦，地部嘅餐點係用版嘅，繼續同大家紹介一下嘛。因為等嘅做店吼，有研發嗰度客家嘅時事嘅做店，從前面嘅方嘅小菜有嘛吼。亂變，佢都我哋最先開始做嘅。等下名字，我嘅名行來，我體擺起到人點樣式的，也係一個小炒嘅，我哋講嘅炒肉，有個亂變咧。人做乜嘅問題？客種地位，和體配嚟研發一種體配嘅客家口味嘅做點，係唔係講以前睇高雄嘅時候就有個想法嘅，又係講轉啲人哋客種地位之後，都想講，我哋睇傳統嘅客家市道，攞嚟上一啲無共用嘅客家口味嘅做點啊。係啊，我喺高雄嘅時候冇想愛到，因為係真實係時事嘅做店。那回來家鄉嘅時候，故鄉嘅時候我哋想講做模一樣嘅做傳，如果我哋客家人咧，因為阿媽媽生意個好，我想講係搞藝，嗰時我想講來做嘢小炒嘅亂變。同媽媽面試包一啲地位。係啊。你有個小炒，我記得我試嘅時間，真是用我哋傳統嘅客家口味咧。你睇做嘢嘅時間，我有個口味上嘅調整冇？有，因為客家莊嘅人吼，因為做農務，是較鹹，吼，喺無論是較辣一些咧。唔過人家社會人攏是較健康啊，食材東西，嗰時我想講，同個口味吼調整一下，較唔愛鹹。嘛唔會做唔會辣嘅，人客講我是辣嘅，我都提加辣嘅。你以一個炒肉客家小炒嘅亂變嚟講，地部嘅料嘅有哪啲？有魚嘅，豬肉，還有芹菜，共用係我哋傳統嘅小炒嘅料嘅哩，你哋睇做嘅時間有特別要注意乜嘅嗎？啲料要先炒好係咪？因為唔注意看哦，嘅傳統嘅吼，嘅小炒有嘛吼。嘅挑管啊，地位有向挑管，一切較太開。我為了講，安尼包喺地位，嘛可以食得到挑管嘅米絲。嗰時我全部都係切較細開。切較油一些。係，較油用嘅咩係？豬肉咩係？芹菜咩係？做一個亂變同別啲無共嘅地方講，人哋可以切較油一些，本人家好，去適當嚟較好入口安尼嘛吼。人哋狀況重度嘅地位，太年啊、老人家吼，也係講生人嘅，牙口咁冇安好，去切個油啊，本人見人個好食，較好食、較方便啊。另外講想講，因為小炒那個傳統嘅人食得多，我想講佢包喺亂變地位，嘅家私那係銅板價格啊。真是以前啊，假使講我食嘅炒牛小炒嘅時節，假使講去傳統嘅店啊，一大盤，有可能過貴，量又按到，唔過人哋真是將一兩嘅嘢，就是講送一下米頭，真是嚟下店面嘅亂變都可以達成人哋一個心願嘅吼。食得到。所以咧個貼皮咧，除了之前我試過一個炒牛嘅亂變啦，其他我係冇試過呢，其他還有哪條啊？嘅蘿蔔葉做嘅亂變。
萝卜叶做的润饼，哦，我都看到糊糊，我觉得喺人哋那個，講到客家口面，人都想到鹹菜、梅乾菜，鹹菜乾啊，有啲唔係鹹菜乾，係蘿蔔葉喎。蘿蔔葉，按樣慢做呀？啊，同哥哥一定吼，生日結婚嘅時候，喺米農幾片嘅蘿蔔的，去放蘿蔔的，係去放蘿蔔的，啊，他家人真放蘿蔔的，啊，就放嘅葉的，係用夢想嘅咯。他家人我真冇愛陣啦，啊，唔過一般咧客家人吼，攏會做嘢蘿蔔葉的，吼去做處理，啊來做嘅像嘅鹹菜乾一樣嘅方式，吼，啊，唔過做出來嘅口味吼，因為蘿蔔葉可以對腸胃較好，哦，有嘅味咕咕啊、腫啊，唔爽快嘅時候都可以食嘅蘿蔔葉。啊，一般嘅話，都像啊，哋好多人係咪有種嘅肉燥飯？啊，我哋晚上吼，媽媽一定吼，啊，哋較唔好食飯嘅時間，啊，伊都會對嘅燉嘅蘿蔔葉、燉嘅豬肉，啊，裡面嘅飯湯，啊，嚟食，個香個好食。哇，真是糖烘嚟都像啊，哋嘅鹹菜乾燉嘅肉燥芎樣，啊，唔過能揾做嘅係蘿蔔葉，啊，蘿蔔葉應該個冇按鹹啊，吼。係，伊嘅米線嘛冇按長。哇，安尼糖到嘅荷蘭水都經跌出來，馬上都想我來試一下。真是印象深刻。如果其實後來冇按鹹，唔過佢也有嘅特別嘅香味喺底杯。哦，啊，能口味上去調整都調整不佢個冇按鹹，係咪啊？還有其他調？不用糖。不用糖冇？不用是糖嘅。食物嘅米線都會放放入來。哦，本佢食擺帶甜甜安尼嘛？鹹鹹甜甜。人哋南部人大部分會有食過甜米線嘅吼。哦，安尼除了人食一兩種潤餅吼，嘅時節啦推出來嘅時節，人哋客種地方人哋人客總批嘅人哋反應係用法。牛有安尼東西。唔係啊，那個炒牛啊，也係講人哋嘅蘿蔔葉。保養叫做迄親關係，我平常我食得啊，今年喺我想講，包喺地杯，係啊，應該係講無糖都包喺地杯有種反應。啊，伊哋嘛講到個好奇啊嘛，走來門市來看啊，講哎喲，點樣安尼做呢？係啊，因為啊，哋潤餅吼，迄個潤餅皮，啊，哋迄純嘅台北的一啲廠商買嘅，因為吼伊可以軟呢，嘛可以。嘅硬嘅，攏可以，啊伊嘛可以用鹹的嘅。按特別啲餅皮哦，你嗰種能即個做嘅潤餅來講，唔能夠好，個擦嘅時代，個硬嘅時代，又係個軟嘅時代。個擦嘅。個擦嘅，所以可能攞杯酥擦，按地杯去軟。哦，有啲最好食嘅。真是，哦，想到馬上要到記啦。係啊，按你即個聽研發一種潤餅嘅時間，擺一度嘅幾時間啊？10年有哦，存嘅奉茶係一樣嘅時間，調整一啲人日。雖然講喺人哋平時個做關係嘅東西，唔過愛包裝類啦，又係講準備講個適合嘅口味，還可以調整一段時間啦。哦，真穩，用到唔好都穩過，用到唔好都穩過。哦，啊，嗰時節有做事派用嘅班，這個是。盧卡人生，我唔係盧卡人，真係面呢種講到嘅，唔係需要幾耐。我先生人哋做店唔會太苦。哦，咩人講？盧卡人是一個磨合型人講失敗品，是都會講嘛？會啊。沒有。啊，妹妹都同我講，啊，再冇再拿過來嘅。真是有啲時間吼，他會想講，你盧卡有乜你們喺做事咧吼，你應該先幸福噶，不是會試到一種東西。如果你一個冇人哋想嘅案件，但係是個會講。錯出到看到。就會講哦，真是，還有除了一個潤餅啊，還看到傳統嘅時式漢堡裡啊，嗰個漢堡有冇個特別的嗎？漢堡吼，一般我哋都會當包嘅豬肉嘛，係冇都牛肉嘛，因為客家種較少人食牛肉啦，啊像講咱豬肉嘅，啊你冇乜個意思啊，米都是一樣嘅味啊，啊嗰時我都想講，希望我都來揾嘅肉餅，牛餅，也種種係肉，係包係乜嘅肉？鹹嘅肉，鹹嘅哇！講到鹹嘅，我嘅經驗要出來，幾錢鹹呵？冇錯。唔過鹹嘅肉餅，特別嘅地方喺哪啊？以後我哋地板吼變嘅東西都蔥條，還有嘅切前菜。哦，切前菜香味個香，然後後面還有嘅豬肉，鱸魚。鹹高啊嚟，做成我哋純嘅
肉饼係一樣嘅。按你講好了，有個肉餅行肉餅，就像以前嘅人阿婆做嘅有一種菜市場買到嘅嗰種肉餅腔樣嘛，傳統客家腔味嘅嗰種行肉餅嘛，係咪？係。嗰單純嘅人客家嘅味道係人最懷念嘅呢。係啊，這是以前和堂公講，我同媽媽啦、阿婆佢哋講，以前行肉餅有嘅唔係用鹹嘅，唔係用煮肉嘅。因為以前吼，我哋鄉下吼，他們攏種田、耕田較多。嘿，他們耕田的時節，他們有乖，嗰度乖嘅。真是田內地不呱炒咗嘛吼。係啊，嗰時嘅下吼係用乖嘅，乖嘅餅，唔係鹹嘅。係，因為我本身我嘛唔敢食乖嘅啦。我也唔敢食呢。按講嘅一定講食嘅老人家都講食嘅對骨頭較好。好，對補身體啦。有幫到啊，骨頭用嘅疏鬆啊，吼食嘅都最夾，吼補嘅骨頭。哦，真是啊！以前卵泡質、蛋白質吼，講冇拉白時節，阿公嘅爸爸阿公見人嘅時代啦，可能講不是生年的某某個事情就去雕過，雕過做乜嘅？除了火烤之外，還可以雕嘅帶過去加菜。係加菜。也風菜都按嚟演變出來嘅，還有啥物都變做可能人物質夠豐富嘅啦，都怪咁冇按多嘅錢，夠快錢嘅。係快錢，怪都變做鹹嘅安尼。因為人家他們攏做檳榔啦，較無迄耕田的，啊乖的嘛無看到的，係吼，係一路野少。真是人哋閒細時都夠清秀的，啊更加好有講係啊，講無看到，啊人哋行嘅也喺自家做嘛，自家去市場來去賣，去鮮，因為鹹嘅話我哋標嘅粉吼，番薯粉較少啊。像我本身認識到較多嘅肉，鹹嘅肉囤嘅煮肉，俾個香味出來。嗰時我哋吼去煎嗰時咖啡時間啊，然後煎嘅差唔多10多分鐘嘅咧，差唔多10分鐘以上。哇！煎比人哋插，係香香酥酥嘅味絲。哦，有個做唔得先，煎比半熟啊，都是叫人家點嘅時間，當煎比全熟。佢唔係像個培根啊，無法度。無法度，以前我先，點嘅真可以做。現場能做。哦，哇！觀眾朋友，原來好食的東西，真是等人哋去等一下，多加一下時間哦。唔怕，等下還有更多精彩故事。試一下，休息一下，馬上過來喲。共同影片，大家好朋友係咪同國本嘅共用千度記嘅呢？哇，頭都講嘅安好食的做點，唔過除了一做點之外，還有哪條特別的呢？繼續嚟講講名字咯。名字，你除了卵餅啦、漢堡啊，還有哪條個特別的人嚟做點啊？較特別的哦，係等於一種卵餅吼，係用起司做，底杯，因為我哋卵餅底杯炒嘛吼，然後用兩粒卵，冇不用水，伊嘅分量吼較大。哦，你哋點樣所有全部嘅卵餅都不用用了呢？哦？係啊。哇，你從迄個做成點無用用咧，人家講人不用一粒卵，係不用用了，人把清太成本嘿。因為啊，本他個認識飽啦，因為做農務嘅，啊有生意嚟去睇，嗰時講上講比人食較多嘅蛋白質，安尼對身體嘛較好，嘛食得飽。啊頭都唔講誒，底部不用起司，係起司卵餅嘛吼。係啊。啊個貼喺咧地方喺哪？哦，它爆漿。爆漿，撕下去就會嘣，那個起司會流出來安尼。錯。分量較大。安尼食的時間要注意呢，冇等下撕下去，人家講會落到嘴上。誒，點，天天嚟食。安尼除了嘅頭都講嘅卵餅啦、漢堡啊，還看到伊個貼喺咧，看到中元嘅原本你帶過來嘅，係乜嘅東西啊？花枝蝦排。安尼佢貼喺咧地方喺哪啊？因為吼，我想講做船嘛，啊，嚟說以後冇用嘅，海產嘅東西較少。好，除了小炒地包有嘅有嘅以外，其他冇嘛。我上多嘅冇強調講我講好食海產嘅東西，我想講要花枝蝦排吼，冇強用，所以就地包真係有下工個太一面嘅。哦，地包有下工同嘅人哋花枝，係人自家去鮮嚟打做出來嘅嘛。係啊，我一平鋪一片鮮鴨頸。比較個多誒，講我鴨頸最好食，係嗰時嚟買本
我哋一片菜地嘅人來說，哇，還當做啲平富去哦，哇塞，會唔會睇一個功夫啊？還做啲安言去，我哋自家有青島地方，還青島嘅便宜。你冇去試看農藥嗰啲好食的唔好食的？哎，也係安尼講啦，吼，佢辛苦，一本大家食得健康冇簡單嘅，啊，自家以前嘅材料來做，哇！馬上落來上來來試一下，唔上來錄個節目嘅就上哦，真妒忌嘅上來試一下。啊，唔過唔可能用按用心啦，吼，都會按到嘅做成。人這個菜貼鄉親朋友啊，對人家嘅做成啲嘅觀念啦，也係講看法很用辦啦。像之前啊，前面有講過一個 support 嘛，講啊，人做唔到去嘅發現，真人做唔到去，加加攰去過去哦。係啊，啊，唔過更加以前經驗吼，遇到啊人店面試做店。啊！伊就同人講吼，我又冇簡單啷可以叫嘅，也講3年嘅。伊講哦，安尼個好哦。唔得開呢冇開，幫人哋唔對現在生呢。真是不給人試的，年多誒，佢人，我擔心講佢人試唔到嘅用乜辦？佢人我咪先講講，人有公休嘅時間，人有公休冇？禮拜。哦，禮拜公休，啊那個時間佢人禮拜日請都唔掉，佢人唔知道那些是做點麼？係啊，我經驗嘛，拜一來時講，好，真係本人不用多誒。係啊，就是真是用心試得出來，嗰種大家會認到嘛，吼。啊你做出來都更加3年人有人下認可你們，啊你有貼喺啲人下講，變成鐵粉啊，也係講貼喺對青年的地方照過來，一定我來4年人都可以做點嘅嘛。有啊，有啲人吼，伊種個層，伊個客人進來，啊，伊個阿伯，我想講伊個一般嘅個銀行嘛，落IT 來嘅，我想講，我做 business，即係然後伊同來講一句話講，哦，冇簡單嘅啊，有嗌阿妹咪絲呢，嚇，係啊，睇書來嘅，睇書來嘅，佢味道一前佢這個阿妹咪頭吼，佢潛到一片來，啊，有冇佢講，佢用辦法潛到唔嚟一片來？伊看嘅天使來嘅，伊想講有安尼。也落去也呗，一般上面有說，你像我前面講一樣，我幫飯啊，伊想講來試看咯，有一樣麼？結果伊來想講去啊煙嘛，來坐一下都點嘅來食，即係伊都轉過來同我講，伊都比講哦，安尼好食。潛到佢阿妹咪多嘅，佢點解行回來嘛？喂。哦，固定一段嘅時間，固定一段時間，冇一天講一禮拜日，冇一天講一整年，佢有嘅上多嘅時間都會來嘅。哇，幾好呢！啊你這個有看分析一下啦，講雖然咧店方嘅做店嘅，譬如講是一個亂餅嘅炒肉嘅亂餅、老皮仔嘅亂餅，喺哪條年下嗰個店，這個有比較過冇？有，你講我哋喺功課嘅嘛，但係我去分析講，係講人咧。人家那團冇一樣，食的東西冇一樣。像小炒嘅亂餅吼，差唔多年紀較大嘅人會去食，因為一定他們攏個好，個疑問啊講，安尼東西用可以包喺地杯。因為印象地杯佢都係對在買一盤bom飯咧。炒一定我來嘗試看到食，差唔多60人食，喺無路50人食人會來食。哦。老皮也被發到抗炎強一些。哎呦，炎強一個好食甜甜的。係錯。老人家菜是鹹鹹的。真是安尼啊！這有時擺嘅我喺老人家嘅個好食鹹鹹的，真係係嘅。鹹鹹的哈。鹹嘅漢堡嘅發到人層次攏有。都有，說比較數到大部分嘅人嘅分享，都不會說限制一定有那一年齡層各位點樣嘅個唔買。好上係對嘅較好，較感覺到安尼東西個奇怪，你想我來試看咯。係，嗰陣啊食。試嚟你講，其實唔可以查哦。好食。唔可以冇食嘛嘅。好食。哦，佢講因為有可能，應該好食啊，因為人哋食咧。有7000在那米線，7000上多好，俺哋一般的人啊，攞杯3杯啦、鹽酥雞也都全部會用喺度，應該好少人接受都會個高一些嘅操作吧。頭先講到啊，其實有個人哈，係看到新聞，又係看到節目吼，
天师才会来去人方点方的嘛。嗰种人点方其实也变做一个观光的起点的吼。系啊，因为黄桥水人拢提供其迄人替咧苏州文化资产保护法保护的一个传统客家区咯。嗰时候这片黄桥水变青老年的观光景点啊，据我提供吼，人点方除了迄观光的景点，人对面有一个卖凉的也系，因为人带朋友去的时节，行到人。那几条路的时节，都同讲，有冇个好事咧？人都小给同朋友讲，哦，我是早点来面这人点方，哦，是两个对面还有一个地方咧，啊，是董主也是讲，是传统客家面食来个挑选一些有间办的店，都差不多要3间。对于一种转变，你自家有冇个看法冇？变做菜体咧观光的基本点。因为也刚刚都安尼唔爱查呢，因为我哋做。起司的组团，啊，毋过可以从我哋客家的口味吼，分客家人吃得到。那无一天要去传统的，啊，等店面嘛可以吃得到。啊，一种幸福的美食吼，可以分客家人拢伫。在地的生意的嘛吃得到，可以去做一个传承啊。啊，刚刚都安尼唔会差。真是的，因为我这个师哥吼，家有一个感受到讲，其实我们客家的口味，某一天汉字讲一定是传统吼，对条道面拢共用，一定要有一种无变化。其实可以帮伊咧想法讲，我们可以加入伊咧新的想法、创意的地位吼，将无共用的结合，将我们算伊咧更好的保存，也本提供我们客家口味、客家料理有按多的变化。好，分上大家来说，分大家对一片开始来认识我们客家，也会改好啊。我们这个当初有想到讲，这个会变做一个观光的景点嘛？冇想过呢。冇想过我一天要做一个无从人家无共用诶，个特别咧，就讲大部分大家是一个健康的，冇想到都变到安尼。系啊，你们这个对未来来讲，还有那条新的创意为来做研发，也系讲同人家合作的嘛？更加来，因为各家下更加有些耕田，好做这种自然的栽种法的。吃点农法的。黑米。种米哦，耕田的米，耕田师傅。我想讲，因为他搁做以前都同我讲讲，你要么做饭哦，煮饭类的东西。我想讲哦，拄好各个有些种个自然栽种的那个米，然后我想讲，希望下摆董主调一些来卖给。饭类的东西。安尼拄好啊，老板也有可以来帮饭的哟。常都有可以来帮饭。某一天啊，有师傅用米嘛，某一天这个可以来做个米浆。也某一天的吼，不过做米浆quite麻烦的。有哦，实在麻烦哦。你要搁做去烘来准备的。我唔能够休息的时间够短的。你更加做到更加好，你这个休息条都有讲，休息迄8日吧。你平常是一早烘来准备啊？差不多4点。也4点就会烘来准备。哇，真是quite辛苦呢。你这个要先补充你这个的身体，莫等下用1点的时候来莫啦，调解人讲，今日 take care 要先休息啊，做事慌。你人都请科休是唔多的呢。你现在更加人对一个疫情呢，这个影响会太冇？有呢，查嘛有查。因为人客我来的人客较少的，他们都是在地的人客较多。可是我哋以前我哋开店的时候，我无想讲爱变成一个观光景点安尼，无共用的，不过我哋拢在地生根啊。不过你这个还会坚持当时的个理想也系精神啦吼，健康本大家说咧健康说咧营养，也本大家认识人哋客家的好味道，这系人最根本的精神，要继续坚持下去嘛吼。错噶，因为吃的东西吃在身体里边，唔会马上反映出来讲也吃得唔好，身体唔好，系长久以来的。所以我想讲，对生意的开始都必定是较健康的东西。他也是都唔会压到的毛病，也通鸡汤。其他下一次来当人点样方用毛病的料理哦。哇，观众朋友，今日听的明这个故事，佢带来的料理，系咪心想马上变啲黄桥水落去老料一下呢？真是大家有闲的时间，去到我哋合作老料一下的时间，看下先，某一天。细细表达各地方有无共的发现哦。今日再一次感谢明正带来安精彩的故事同安好之类料理，感谢哦。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有闲来我哋叫水了，多谢。